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在周三的晚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再一次，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再次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让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因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充满从主你而来的能力。主啊，也愿我们的生命可以先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特别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同站立在你面前，向你来祷告，向你来敬拜的时候，求主你就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从主你而来的教导。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
将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别去释迦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别去释迦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别去释迦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别去释迦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别去释迦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的，主啊，愿我的心永远不要忘记，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你是那么的宝贝我们，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怀里。主啊，只要我们向你仰脸，你就赐下你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愿我们可以每一天每个时刻就像现在一样来敬拜你，来向你祷告，与主你连结。阿们。美好的
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主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信实的天父，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
主耶稣，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台湾的牧者，你是全世界人类的牧者，你是唯一的救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你要将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赐给敬畏你的人。当我们渴慕呼求你的时候，你那掌管万有的权柄就会赏赐给敬畏你的人。主，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你，是因为你的信实，是因为你的慈爱，也因为你的公义。主，我们每一次来呼求你，是因为你是那应许赐下美好事物给你的子民的那位主。主，谢谢你，你也常是圣灵时时提醒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在真理里面叫我们得着自由，在真理里面叫我们认识到永恒的道路，在真理里面让我们能更依靠你，亲近你。谢谢主耶稣，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愿你来与我们同在，坐在这宝座上面。每一次我们祷告，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呼求你。每一次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到你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无论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你的恩典是一样，也透过我们面对的限制，也看见你是超越那各种限制的主。谢谢耶稣，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的祈求，看见你荣耀的降临，也看见你的怜悯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透过《思念神的名》这本书这本书在第246页。那我们透过这本书，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是审判。那我们要面对的就是神的公义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彰显的时候，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的。那公义最终不是建立在一套的法律规章上面哦，律法是叫人知罪哦，但是最主要是神的属性和品格，透过这样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他成为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法官，他是那唯有能力评估你我心中的动机还有心思的那一位。所以圣经常讲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也知道你的心思跟意念。那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审判官这个字就常常跟王这个字来并列。所以当我们向这位审判者，就是Sophet这位对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审判者来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是向这位独一的神来祈求，他要透过他的公义来完全彰显他的正直。那我们也知道，从圣经里面，他透过他的儿子的生命，透过死亡，透过复活，来为我们提供一条赎罪的管道。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的经文，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诗篇96篇第10节，一起来。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义审判众民。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河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来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刚才我们有看到那个审判那其实审判是要对付这些不好的，对付这些罪。那弟兄姐妹，神希望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好的除掉，是为了要让我们显明那一些美好在我们当中。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赞美这位神，就是看见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他要帮助我们除掉。他的心不是要真正审判你，他是要让你回到他的面前，他要让你领受到他的慈爱，所以把这些拦阻你不能得着他的恩典的这一些的障碍，把它除掉。弟兄姐妹，邀请大家现在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这位主，这位公义的主，他也是信实的主，他是怜悯你、爱你的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公义的主，也就是主啊，你本来就有一个标准，主啊，这标准是你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主啊，你就是公诸于世的，主啊，当我们符合主你的标准的时候，主，我们在这个标准里，主，我们就享受主你的美好，因为主啊，你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主你都看为美好，特别是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看为甚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主你甚好的标准下，主啊，我们却是被罪恶所胜过。主啊，我们逐渐的滑落，主啊，滑落在那罪恶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失了准。主啊，但是主你真是公义的主，因为你会审判。主啊，你来审判就是主你来判别哪一个是是，哪一个是合你标准的。主啊，因为你是这一位有标准的主，主啊，你是公义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着你是有审判，主啊，你是审判，你是王，主啊，王说了就算，因为你在创造我们这个整个大世界的时候，主啊，你就设下那个标准，你原来创造那个都是好的，甚至你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主啊，你说那是甚好，也就是主啊，你在你那美好的标准里，一切都是这么好，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滑落在那罪恶当中，我们就滑出那个好里面。主啊，你就是这一位审判的主，主，你不是要把我们判出局，乃是主啊，你有一个标准，另外主你是公义的主，这个标准是公诸于世的。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标准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在这美好里。主啊，你再次用你审判的大能，你要告诉这世上的每一个人，甚至整个大地。主啊，我们若是我们失了这个准，我们失去了这个公义的主，主啊，我们就有祸了。主，我们看到这个大地，我们看到今天下午这个下雨，整个桃园甚至整个台湾，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因为主，我们对这个大地不公义啊，我们的人想胜过这个大地，我们岂不知这大地的主是你啊？我们不过是被造物而已。主，我们要来赞美你，就是我们再一次来聚焦于你。主啊，你是公正，主啊，你是公平，主啊，你是审判的主，在你那里，主，你能够治理这一切。主啊，你就是要挽回我们在那个美好的标准里。主，谢谢你，因为你不只是审判，主啊，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若是没有审判，主啊，我们就不知道沦落到哪里去。主啊，因着主你的审判，你的治理，主啊，你就是王。主啊，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转回归向你的时候，主，你就有那大权柄，主啊，你就可以把我们拯救回来，因为主你定义要爱我们。谢谢你，就是要拯救我们到底。我们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一生
能够跟随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感恩跟认罪。那刚才讲的公义就是要对付什么？就是要对付罪。所以要感谢神哦，他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要对付，他要满足他的公义。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代价。那在希伯来文这个动词的审判，它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包括什么？刚才讲的审判，还有治理，还有辨明、决定、辩护，或者是救赎。那在希伯来文的经文当中，我们这个字就常常包含了3种主要的像政府功能，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那这个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分权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领袖们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士师，如基甸、参孙、底波拉他们被称为士师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经文这个士师这个字那我们必须要记住，就是它有包含着统治或者是统治者这样。那我们今天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字，来帮助我们，这位神其实他也要掌管你的心，让你有自由，但是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可以自主管理我们生命，所以他必须要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障碍，对我们不好的，没有办法领受上帝恩典的这一些的障碍。我们来读诗篇第94篇第1节，一起来。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我们要来祷告，特别是感谢神，他看见我们的需要，他要帮助我们，他要除掉我们这些生命当中的不好，让我们真的是重新回到他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记得，就是说他的公义就是要对付这些的罪，但是他是用他的慈爱彰显，然后耶稣为我们来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更应该感谢。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连这个都是上帝为我们所付出的，我们只是献上我们的感谢。也圣经说，口里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邀请大家现在就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感谢这位怜悯我们的为我们付上代价的神，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用你的光来照我们，以至于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离了你那条线，主啊，我们离了你的标准，主啊，原来我们还自以为是，主啊，原来我们还以为自己多好，主啊，其实我们是自私自利自义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光照我们之后，主啊，你不是掩面不看我们，乃是主啊，你再一次，主啊，你伸出你慈爱的手，主啊，你告诉我们，主啊，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若不认我们的罪，主啊，你的审判是要临到的，主啊，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主啊，你就是来带领我们，主啊，你就是要你的儿女们，主啊，
啊，你所创造的，主啊，都能够人能够得救，主啊，能够回到主啊你的恩典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是永远不放弃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被你的荣耀吸引，主，我们被你的慈爱保抱，在各样的时刻，主，你是我们患难时候的帮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像以赛亚正在发现，正在经历，原来我才是那嘴唇不洁的民，而且我就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主啊，但你不放弃我们，你仍然怜悯我们。主，我们看见在这世代里面，不论是网络上的乱象，不论是我们看见这些媒体的报道，家庭的困境，挣扎的心境，主，我们常常出现那论断人的话。主，你要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主，你是公义的主，你要以公义来审判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嘴唇不洁的，但主，你却不放弃我们，你用这烧红的炭沾了我们的嘴，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你是慈爱，你也是公义，你是审判，但主，你不论断我们。主，你判断我们，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是邀请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此我们更感到喜乐，更要举手欢呼来赞美，因为主，你是我们公义的审判官。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倚靠你的人不致羞愧。主，让我们在怜悯中来夸胜，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如今已经临到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起来数算你的恩典，都能够再一次的因为主你所赏赐的盼望不被自己限制住。让我们看见这好像失控的天气，好像失控的疫情，好像失控的环境，却有一位真正能够掌权的上帝，你亲自带领我们在各样的环境来胜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要将我们自己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唯有主你掌权作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一起来为这个国家、城市来守望、来祷告。最近我们在读耶利米的书信耶利米书，那我们也看到上帝透过这些先知来斥责以色列，不管是统治者或者是这些百姓，他们所行的不义，他们特别是拜偶像，远离上帝的恩典。所以先知常常斥责以色列统治者透过他们真的是藐视这些外国人，或者是穷人、孤儿、寡妇，特别是这些统治者。那当审判这个字用在新约的时候，它反映的就是在当时候希腊文化当中的一个意义，就是审判的功能，而不是整体的统治。那新约描述耶稣是我们存在的人，或者是死亡的人的审判者，所以让我们知道他审判活人跟死人。
那我们要说，主啊，唯有你可以判断人心中的动机，所以我们要来祷告，愿上帝、愿主的公义来掌管你我的生命，掌管这世界的国度。今天的新闻我看到，俄罗斯他们发展一个超音速的飞弹是可以射大概1000公里的那人制造这一些，我们看到彼此的竞争，到最后就是想要毁灭对方那求神来真的是帮助我们面对这些不公不义的，或是人心的这些的罪恶，唯有主才能够掌管。愿他赐福给那些渴慕公义的人，愿主能够让每一个渴慕他的人得着满足。所以我们要来看圣经诗篇94篇的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我们要为着这个国家可以是面对公义，面对怜悯，面对慈爱。我们看到这些媒体，就是有的就是一味的攻击、对立、仇恨。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让我们的百姓，让我们执政掌权跟在野的，能够看见我们目前所看见这些的危机而不是只有在那边口水。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国家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国家在面对看不见的，还有看得见的这一些的敌人我们很难，如果没有合一，没有团结，我们很难去面对，去对付。我们特别是看全世界包括日本越南、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每一天都是上千、好几千，甚至上万例的那感谢神，我们真的是这几天都是10几20这样，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能够自律自治然后可以很快的降级，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我们特别是在外交，我们最近在比奥运嘛，得金牌，但是不能报我们的国家的名字 ，Chinese Taipei， 人家说这是哪里地图找不到。我们面对内政，面对这些疫苗，特别是现在国产疫苗的问题，也受到很大的攻击。求神给我们百姓真的是有分辨善恶的心这些医疗物资等等我们恳求神，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疫苗的掌控权，我们就是受控在别人的手中。求神以平安代替我们心中的一些的恐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为这祷告，可能你打不到疫苗。可能你面对就是感染的时候要面对重症的问题我们恳求执政掌权的，在处理这些不管是疫苗或是好多这些的议题的时候，我们恳求上帝给总统，给这些执政掌权的有智慧去面对，特别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降级的时候，各县市政府他们有智慧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这些防疫人员在第一线的我们看到一方面要为人民来施打疫苗，另外他们也要做一些的医疗防护等等。
我们也为了这些确诊的，他们能够得医治，让这些死亡的人数就是不再好多的这一些的死亡人数。我们看最近，感谢上帝那因为疫情有这些世上者的家庭求上帝的安慰。我们也知道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的冲击。那现在你看台北市、新北市，他们也在考虑就是恢复这些餐厅的内用等等，因为受不了了好多这些老店都倒店了、关门了。我们恳求上帝真的要怜悯让我们未来要那个振兴经济的方案、振兴券等等他们在筹划的时候真的要有智慧，特别是也为了每一个基督徒起来站在不同的城市、国家不同的地区我们为了当地的城市来守望、来祷告，让神允许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福音也要透过网络、透过各样的方式来进入到每一个家庭，进入到人的内心。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向神来祷告，守望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为这地百姓来祝福、来呼求，让他们回转归向神。弟兄姐妹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一直守护着台湾，主台湾是主你所定义，主使这个地方能够充满主你的话语，主你要爱这块土地，主你从过去400多年来，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你透过这些宣教士，主你透过主你所爱的这些仆人，主你就是主台湾，即使在许多的危难中，主你就是我们的帮助，主你就是我们的拯救者，主特别是在这样的当中，许多的不确定，主不管外交或内政，或者是这个医疗，或者是物资方面，主都在你的掌权中，主我们恳求你，主用你的平安，主充满在台湾每一个地方，主特别是你的儿女们，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经历你，我们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把我们叫醒，使我们真知道我们的需要来为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让他们能够行公义，虽然他们不认识你，他们能够好怜悯，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主。天父来主，阮这个一个献上感谢，因为你的保守看顾，和台湾这个土地，虽然在武汉肺炎流行在世界时，台湾犹原会当过着太平的日子500几天。在这个英国病毒侵入的时，阮会当在2个月来得到控制。阮感谢你赐福在阮每一个人，在阮每一个服役的人员，以及阮的政府官员。求主你保守，互阮的疫苗的有方社会当充足，来得到主有防。互阮会当早日来脱离这个病毒的伤害。阮因为这个一季瘟疫，侪的生活改变，阮百姓有的受到经济冲击，做生意的也受到冲击。求主你保守，互阮会当早日站起来，互阮会当伫受到冲击的人，拢会当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保守，互侪人会当平安来行过。我那里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姊妹，咱要为着教会，为着咱所有的集体来祈祷，为了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城市，为了每一个家庭能够在社区成为发光、就是发热，或是成为盐，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我们一起读上帝的话，这样说：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帮助，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好多你想到你缺乏的，你都可以向他求。我们过去所读到的，他是牧者，他是指引者，他是庇护者，或者是我们的避难所等等。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哦，特别是诗篇有好多关于上帝的属性，里面可能有充满很多你不认识的。那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更明白，这位上帝可能在你不平安的时候，他要赐给你平安，他要让你躲避瘟疫的这样的一个毒害。我们要为了教会在降级之后，我们的一切的措施、灵命的更新，我们透过一些的活动，可以成为社区福音的管道。我们人数也受到一些的限制，现在也是正在等待市政府的回应，看能不能最近这几天给我们有回应，可以在100人以内。我们已经申请了我们求神感动，为了民政局，为了这些市政府的单位，很快的给我们回应。那我们线上也要同步，所以因为人数的限制，所以我们的礼拜、我们的小组都有一些的影响，但是阻挡不了我们透过 Google Meet、透过线上的这样的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组或是聚会。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特别是在这段期间，陆陆续续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要施打疫苗，我们有很多的担心，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当你要打的时候，记得要记得，说主啊，你让我打这疫苗的时候，堵起遐的副作用，除去一些的副作用，让我身心灵健壮。兄弟姊妹，你也通安尼记得。特别是在这样疫情受到冲击，家庭的关系、经济等等，要在家的学习，要有足够的设备，孩子的学习。这段毕业季今天我看到我的儿子就收到毕业证书，收到那个毕业照，他们前面的方向。有的要继续的读书考试，有的要就业，求神来帮助他们，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最近也透过线上的幼儿英文营，透过科学营，透过年轻人的培训营，我们要帮助这一世代的儿童、年轻人，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而是要让神来运行，充满在他们心中，撒下这福音的种子。有一天，他们生命要成长发芽，认识主。特别在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自主、自学、自律。这也是我们透过过去1个月的线上的夏令营，我们看见很多孩子，他们在听圣经故事的时候非常的专注。感谢上帝透过这样我们来一起来寻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现在我要邀请大家，无论是现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为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肢体都能够不要停止聚会，不管是来到教会或者在线上，我们都一样是存着敬虔的心来敬拜。弟兄姐妹们，开口来祷告，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肢体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我们教会的头，主啊，我们互相为肢体，主啊，我们就是能够同步，主啊，我们也同欢乐，主啊，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我们现在降级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主啊，我们
你的爱不会被限制住。主啊，你的爱就是在我们当中来流转，不管我们是用线上或实体的，主啊，让我们透过我们每天跟你的连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支持，主啊，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来更新，主啊，特别是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主啊，当我们在主日，主啊，在小组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被你激励，以至于主啊，不管我们就主啊，或者是我们就学，或者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再次被主你来唤醒，主啊，让我们再次透过我们能够越服事，我们越感谢，主啊，透过我们在越经历呢困难当中，我们越知道主啊，你是恩典满满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的前途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恳求你亲自来扶持这些年轻人，主啊，年轻人他们正在年轻的时候，主啊，恳求你来让他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使他们的生命主啊被主你眺望，主我们恳求你，主啊，在我们当中，主啊，使我们来帮助他们，谢谢，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因为你的爱并不会因为这个疫情来停止，因为主不管在我们在任何的难处，不管在我们教会停止聚会，但是你的爱仍要发光发热在整个世界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主啊，你也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虽然有受限制，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的学习不停止。主耶稣，因为你让我们在各方面，在不管是灵性方面或是经济方面，主你的爱都不停止。虽然经济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主你仍让你的恩典仍然够我们用。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在我们的教会做一些的措施当中，主耶稣，像例如阿嘎贝或是培训营，主啊，因为你的爱。你的大能仍然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这个因为有网络的关系让这个福音都是充满，让每一个孩子主他们都能接受到主你的恩典。主耶稣，谢谢你，主啊。虽然是我们有软弱，但是主你的爱并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来抛弃我们。主啊，你用更大的力量来保抱我们，让我们更能忍受主你的恩典。主啊，虽然接下来会有许多的困难，但有许多的困境，但是主耶稣，你会为我们开天窗。主啊，你为我们开天窗，你让大大的降福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大大的祝福降在我们桃园这块土地，让我们桃园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你知道那个宣告是很重要，但是宣告要带着什么？信心，而不是只有读而已，是用信心来宣告圣经中上帝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你认识人子，认识耶稣，你就知道他拥有什么样的权柄。所以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就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如何赐给他的门徒，他也要赐给你，赐给信靠他的人。所以他是人子，就赐给他什么？行使审判的权柄。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的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就宣告说什么？本来它是一个审判的要审判对付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怎样被定罪，我们要出死入生了。再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他不仅要审判，但是他更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也要宣告耶和华是公平公义的神，谁能够成为有福？凡等候他的。我们要宣告主的话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一起站立。凡信靠他、等候他的，我们必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主圣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宣告他的信心给我们的信心，来看见神的应许。看见流来云密之地，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是我的神的宣告。弟兄姐妹，我们信心来经历神丰盛的作为。信心看见流来云密之地，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一起来宣告真理流进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得胜的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当。我要得胜的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当。我要得胜的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当。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当，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弟兄姐妹，要用信心来宣告神的盼望，神的能力，神
神的平安、神的喜乐都要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盼望在你，力量在你，生命也在你。每一次我们祷告，让我们有盼望；每一次我们祷告，让我们有力量；每一次我们祷告，平安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愿主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来祝福啊！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